我今天灵修的时候是读到约翰福音的第21章，然后在21章的里面呢，到了15节之后，出现的就是主耶稣问西门彼得，问了3次，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彼得也是同样的回答，就是主，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然后主就跟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就这个问题来来回回问了3次，而这个西门彼得他同样的也是一样的回答了3次，就主，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这样，在我读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在我的里面，越读越感动，越读这个内心就是越难受的样子哈。当时我就在想，我的这个心理的反应到底是这个情绪是因为主耶稣向人间就是生离死别的那种感觉，就是他在要临走之前的一些遗言的那种感觉呢，难分难舍呢，还是我不是说耶稣和西门彼得之间难舍难离，而是我有这个情绪，说我在读这3次的时候越读越难受，是不是我在把人间的难舍難分呢，生離死別的那種情緒帶入了進來呢？讀到約翰福音第21章呢一段，真係好容易令人心頭一緊，鼻酸眼熱。你感受到嗰種難受同心酸，絕對係非常真實同細緻嘅靈魂觸動。呢種情緒並唔係單純一種，而係好幾種深層感受交織埋一齊嘅結果。一、被理解與被接納的釋懷與痛感。3次的呼喚與對應。耶穌問彼得：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問咗3次，正好對應咗彼得先前在耶穌受難前3次不認主的軟弱同愧疚。沒有責備的直面，耶穌冇去翻舊帳，冇指責彼得當日嘅膽怯同逃跑，而係用最溫柔、最直接嘅方式去觸碰彼得內心最痛嘅地方。當你內心深處有種我曾經辜負過人，或者我有過軟弱嘅愧疚，突然間有一位你最愛嘅主，唔單止冇放棄你，仲要將呢個傷口輕輕翻開，徹底醫治嘅時候，嗰種被醫治嘅時候，嗰種被完全看透，但又被完全接納嘅震撼，會令人瞬間淚崩。2、人世間無奈的離愁與告別感。最後的晚餐，早飯，呢個係耶穌復活後同門徒好珍貴、好具地標性嘅相聚。但讀到呢度，大家都心知肚明，耶穌好快就要正式離開地面升天了。沉重的交託，你餵養我的小羊，你牧養我的羊。呢3句話聽落去唔單止係一份使命，更像係一種臨別前的囑託，就好似一位至親、一位師長喺即將遠行之前，將一生最寶貴嘅心血同你最重視嘅事鄭重交俾你。嗰種帶有使命感嘅離別悲傷，時代交替嘅蒼涼，係好容易觸動人內心涼，係好容易觸動人內心最柔軟嘅地方。3、對主毫無保留的愛，卻帶着無力感的心酸。彼得的無奈，面對主嘅追問，彼得冇再誇口，唔似以前咁話，就算所有人離開你，我都唔會離開，我都唔會離開，而係無奈又卑微咁講：主啊，是的，你知道我愛你。這種心酸來自於言語的蒼白同心意有限。當你想表達你對主或者對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物嗰份深沉嘅愛，但係發覺自己嘅生命咁軟弱，曾經跌倒過，甚至面對離別乜都做唔到嘅時候，嗰種主啊，你知道明唔到嘅時候，嗰種主啊，你知道我真係愛你，但我真係好有限嘅無力感，就會化為心頭一陣酸楚。你所體會到嘅呢份難受，正正證明咗你係用緊全副心神同感情去進入呢一段聖經。你唔單止係讀緊一段歷史文字，你係喺靈入面同當日嘅彼得
同復活嘅耶穌共同經歷緊嗰份嘅沉重又溫柔嘅心靈對話。